因那这立委陈廷辉呢是要出来选台南市长，即马网络顶悬也出现真侪迷众的这个社团，其中是有人以陈廷辉后援会这个名义呢来设一个非官方的名册社团，结果呢这内底竟然是有伤害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的言论，陈廷辉是去甲直接报案提告。 民众看到陈廷辉热情甲伊互动翕相，一透早陈廷辉去台南正统落里问心目标，替活动赞声。除了拼说拍市长选择，嘛经党内大家候选人的声势，无经过伫网络顶出现，真侪咧破陈廷辉想要扒起伊，叫民众团用陈廷辉做主角，成1.2万人加入，煞互主角发现地。这原因是非官方的民众团内底有人写一寡口舌的话，警惕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病情。是因为过去你是针对陈廷飞，可是这一次你居然把陈宗彦，我相信大家都在帮他集气，希望陈宗彦要赶快好。可是呢，你却用这样的一个伤害陈宗彦的方式，然后呢去做无谓的一些这些抹黑，甚至是不应该做的行为，所以让我很生气。陈廷辉唔那公开作品背会12透早10点，伊的助理嘛代替去甲警局报案，采取法律行动。本分局已受理报案，积极侦办中。 我不相信，他真的是很好的市长，因为他服务很多年了，20几年了。陈廷辉强调，这个网络顶的社团已经发布真侪个消息，有好的言论，嘛有伤害造谣的。无论是伊家己也是团队，拢讲甲面册平台检举真侪届，即阵也有人挑工咧讲一寡伤害言论，即卖透过提告，希望司法查明对方真正的动机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